请那个
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莫行，名为规；诸正己，名为定。彼宣如此，理性何相？以何法为人？此曰：我见有法无人，即为公义。但随风改北，假名三昧。如你书所说，改变为实，不可思议也。我所见改变为有别，只是我改变为只合一种，如何经变？是话你书改变为接待成人，我改变为接做上成人。我改不同，见有之执。你听我说，一笔同休。我所说话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相违，此地一切办法，该将自性起用，是真改定为法。听我记话，心地无非自性改，心地不起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净不减自金刚。心去心来本三昧，心闻机会声，乃定其法。我闻凡心，凡何究竟？非除真如，法凡不净，殊见智。好，咱准备是要先发动者吼，因为这讲的大家是读书的，讲咱的作好势不简单的是就讲爱留一寡时间这个大家咱来这讲提供伊智慧啦有学习的机会啦，所以可能较无法度讲一字安尼解说啦目前先从心得啦讲来向各位这个来对来请教安尼啦这个华学上就两个重点，伊这个第一个重点就咧讲着这个，因为有一个集会嘛这伫这个法会真无简单啦因为咱做会大师是开悟心经的这算做讲得到五祖方忍大师的肯定的就算讲新秀大师伊嘛是做愿意上要接近咧六祖的大师的只是新秀是受到这个东条武校这个算做当时掌握国家大政的人武校这武则天啦的重视啦比较伫这北部啦甚至中国大陆的北部咧算做传这个佛教啦若六祖的大师是因为讲这个拄好要转入去这个转入这个做人世间讲做道教会体道教会体就是讲咧道要转入去这个老百姓世俗的老百姓这个所以无共款就对啦即摆来学习这个是着重要部分啦因为这个法会内底讲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对这个北部真秀大师遐来的叫做智成啦咱六祖会大师嘛，拢知影讲法会中有人发派的算做讲修的派啦有竟然来这个法会中想要学法啦所以咱会当作讲是要来道法啦所以这算做互智成一个机会起来即马讲到北宗是安怎修，即马要比较讲六祖会大师这南宗的道德修的道德法的是安怎修，这个两项做一个比较，咱嘛会当了解讲咱真正有这个
个新发集团咧吼，合作为大师的建模吼、建改啦吼，才有咱达到最上时安尼吼。这建大咱好啊，也是这合作环境啦吼，会当增加咱的地位啦。即马来学习这个重点吼，较是会讲，第一个重点，你答即个讲吼，安怎啊做师傅这个想吼。但是对这个想呢，解说有些想呢，要北宗啦真受大师兄对这个想呢修法呢，是认为讲要爱自心关键，那是作先讲咧修行的啦修自己的心莫乱动搁关迄个情，关咱自心的迄个清净这个北派边人，北宗人派有少少北派迄个南宗有少少北派是认为讲的自心关净就爱个永泽这种有问题所以咱作为大师会当甲指正伊错误的所在帮助知识会当去道业去当更加进步的自心关键变成是病啦，就是邪啦变成以违法的无法度达到最上乘的若讲永泽不误永泽不误这嘛毋是真邪的邪的毋是讲咱带钱点点带点尔咱只要要解说这个吉祥字是两人修一土的两人修一土这土啦，比如做咱做玄关自成所在中央路基土两人比如做像讲咱的目睭啦有迄阴阳啦这嘛代表着讲有情有不情啦这是讲两个目睭红仔的部分来修这个行迄个造了有迄个意思啦两人修一土就是咧讲迄个修行观念啦真正的禅是爱咱进入啦毋是讲咱点点坐在遐，是爱静入人咧禅，伊本来是做禅呢人咧禅，伊本来是讲做禅甲解说做静入的并毋是讲咱点点坐在遐尼有做咧坐禅像伊早看我袂看着讲安尼讲一个先讲出来就讲啥物？汉来的武师消则一时了无真机要了无真机较坐念念讲要了无真机咱今日是讲坐禅是要悟道呢真正有法度两面修一套修行，咱会当渐渐讲会当悟道这目的是讲要先互咱会当进入不可进入，毋是敢若中则不误禅就毋是敢若真的禅要动的禅毋是敢若静态尔要动态的禅所以这种有错误啦南宗毋是安尼想的南宗毋是自心关净，因为自心关净是病若中则不误，若作为做事是就是讲像咱即个老伙的时阵若讲中则不误若去互规空去算咱做弟弟啦我都安尼是要安怎修禅修的成功我一区的草木头安怎就讲去真正对这个禅的解说无遐简单啦禅咱来了解讲到这个宗教啦
讲到即个宗宗是属于即个禅宗讲到即个禅宗，就讲到即个心法啦，讲到即个心法那讲到即个心法呢，咱是用着讲做慈悲去听摩尼佛慈悲嘛佛陀慈悲伊讲无有净化眼浊无啦，毋是即个我啦，无啦无有净化净化眼浊啦无有净化眼浊的无有净化眼浊涅槃妙心的实相无相的不离不弃的，不离不弃的教我别传的毋是本是禅毋是敢定定坐倒迄种禅不离不弃教我别传的，这叫做教我别传的，那是叫做宗。禅宗的部分呢，咱来知影讲伫印度呢，第一代就是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啦这尊者做主宾呢，这真正做爱心的以前的人咧修行拢有咧讲苦观伊去拄着一个做老的搁看病搁可怜这食到迄饭拢算做草生的放伫咧边仔迄这人迄迦叶尊者去看到即个老尼老妇人拢算做女性的对啦做主比上讲要即个搁老搁看病饭来食到迄饭拢草生的搁要食对即个老太太要互伊有一个机会布施咱一般人咧讲苦咱想讲分咧好食来食人这大迦叶尊者呢，竟然对即个老太太伊迄个身边迄个草生的玩意，佮愿意要甲请伊施舍来食呢。迄个当然迄是算做有迄个种上讲放假迄个影片咱咧看嘛是真有意义迄影片咧做讲迄个草生的玩边仔拢有迄个好势咧走到咧看着嘛惊咧讲咧食咱徛成尊者怎做爱心要主动甲要求讲即个老太太，你要从即草生的玩分互我食嘛无要紧甲食过了，佮真正甲食咧，甲啉咧，甲顺咧，精神你感动啦感动到迄老太太咧哭痛哭流涕咧看着这大觉者迄个慈悲啦袂感觉讲迄草生的怀咧，足毋好，足讨厌袂袂讲嫌人迄个老太太讲佮病佮老佮可怜的佮甘分咧食佮分着草生的所以人这个心境足伟大这大迦叶尊者这就表示讲伊境界足悬的有法度超越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对立所以人佛祖佛陀要将这个正法要传互大迦叶尊者的就是因为大迦叶尊者有甲你望讲佛陀伊安尼念花二笑有法度互伊心一笑的有法度心相印啦印心之法心相印所以会当得到这个心法这当是真正讲伫印度禅宗的第一代啦即摆咱慢慢传到讲这达摩祖师啦达摩师伊二无啦，专门心意用功夫啦用心意的，这就是算作心法方面的若想要怎样要找这个佛法就讲这必将甲混搭这个道经换水安尼嘛是找袂到的这
祖父苗栗啊，无关系即个文字啦，吼，即祖父苗栗是超越即个经典的即个文字啦，吼，超越即个文字发展啦，即人理超越即个文字上啊。啊，讲到即个达摩尊者吼，即达摩是我的意思啦，吼，达摩即两字是我的意思，吼，啊，达摩创作来。中国是两武第一阵的吼，啊来是算做咱中国上宗的第一代祖的吼。达摩创作是算做咱中国上宗的第一代祖的吼。啊达摩来，咱讲着个道着即个吼，这个时光啦吼，时光就是为客吼。啊后来咱讲着这精禅啊。啊，来咱都讲到道心啊，吼！啊，来咱讲到这个风景啊，吼！啊，来咱讲到合作为做书啊，吼！即安尼团啊，吼！啊，风景做书，红外做书啦，吼！所以吼，即个过程啊，咱讲到啥物一花开五叶啦，吼！结果自然成啦，吼！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是，达摩创作啦吼，是讲是做那个精禅做道顺序做黄金文外祖书五祖吼，啊六祖回祖书啦吼。啊，讲到即个禅宗的经，即若是心法的部分。所以咱讲一贯道就是对即个吼，当然啊。后起吼是道统祖师明师第一代安尼，了安尼讲，啊讲到咱为即个六祖慧能祖师，然后道共火体，道共火体，后来传爸妈七祖，啊你慢慢传入民间来变成，老百姓来当得道咧吼，老百姓来当得道，所以咱咧得道就是咧得即种诶，得即个生活的部分啊，啊至于教是经教的，这教的部分是经教，这教的部分是经教。经教爱看经典啊，看学道义啊，看经典学道义。咱就得到了，爱搁有学经典，爱搁有学道义安尼啦吼，安尼配合起。啊，这三宗十二部经哦，是逐个人拢捌讲看诶吼。三宗十二部，部就是分类啦吼，部就是咧分类啦吼。三宗十二部经，哦，这毋是一般人拢有法度看诶。咱台湾以前有一个错误观念，讲若是要学佛着，你睇所有诶书拢爱看了，其实毋对诶，毋是讲要学佛着爱所有诶书拢看了，哦，应该是讲爱。重要是爱有得道啦，爱有得到这心，咱心灵爱净化，吼，心灵爱净化，恢复本来面目嘛吼。咱六祖坛经重要的部分就是讲吼，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但用初心啊，吼，比了心本啊，这若是从根本的吼。咱佛法了一个看法，吼，看足地册，所有的册上我拢甲看了了。这嘛是一种的进步，嘛是一种的方法啦吼，一种的进步。讲到这个宗教吼，包括这个生活，啊，就属于禅宗安尼啦。啊，咱这个道嘛是规只呢，安尼连传来，吼，这是生活的部分，这是教法变传的部分，不论是文字教法变传啦。这叫做教化变传的部分啦。咱六祖慧能祖师要三家授权，这嘛是教化变传啦吼。啊，毋是伫咧讲大众中吼安尼在传，毋是啦吼。迄个时阵都毋是普渡嘛吼。以前讲这道不传道理啊吼，迄两个人死个囝吼。都不传教理吼，伊差是讲袂使袂使普渡的，迄阵咱袂普渡就是单传读书啦，这是上禅宗的部分
若紧到吼，咱有咧发达，咱尽量会发，就尽量发达啊。无多讲要求，但不拢学啦，变咱济哦。咱捌听过讲东山庄啦吼，咱捌听过讲山庄出金啦吼，东山庄嘿，照讲东山庄应该是足济个啦吼，东条的山庄法师拢叫做东山庄。咱拢认为讲东山庄是敢若一个啦吼。伊本身姓陈，伊老爸是算比较算做馆长迄种，迄种官吼，足清廉，讲做官清廉，食饭骄严，所以当然啦，袂较好啦家境嘛袂好啦所以死了你搬一了东山庄因的家境足善的所以东山庄咧足细汉就去迄庙时安尼到做堂会哪有供人食呢？贵种生活先煞学习啦高听学习啦，实了真有兴趣的咱东条要做花商出家，先经过国家考试通过，伊年纪小也想要加做伙考试人迄考官无允准的，考试官无允准。不过伊做有信心的伊知影咧，拜托，考试官讲好啦，你考看卖啦，考一个讲叫状元的，你比人个叫考试搁考上好咧，开金足好啦讲到迄个山庄出金，讲伊做参考啦，这个山庄包含足济经典的部分以外，还有这个律的部分呢。还有迄论的部分足济咱即摆学个甲倒单，竟是上有即个经藏的部分尔搁有专门咧讲解迄个嘛有迄个菩萨研究，菩萨会研究迄个经典啦即摆搁讲一寡讲一寡道理出来，迄种的册叫做论啦咱还有甲一个人看就是讲佛祖啦佛陀伊有一个堂弟啦有一个算做小弟啦迄毋是老公老爸啦毋是公老爸生啦堂弟啦堂弟兄啦阿难尊者伊听经这记忆足好个听过拢袂叫错误袂叫袂记年纪是差到足济岁听经都慢，都有20天的时间是无听着不过有去请佛祖都讲话听，所以才有法度较济经典阿难尊者讲出来，佮经过500个大 BQ 呢就是出家众安尼，甲听东条安尼。大圣意是安尼甲听好有问题，有问题，迄句话就无采用。若有正确采用过程足慎重的啦这讲着即个经典的过程。咁即个阿难尊者惊佛陀面讲足小常讲若要注意，可能会认唔着啦所以后来佛陀留灯泡佛陀啦佛祖了灯头安尼有咧注意无？安尼就讲分别出来有灯头安尼是佛祖啦佛陀咱即个人咱带来修行咱带来修行，所以可见即佛毋是干那即个外表形象啦最重要是讲咱迄个良心本性，才是佛的良心本性才是真正的佛。即咱做参考啦研究经典的即个做法师啦，研究即个论的品论的做律师啦研究经典论即个算做一般咱讲的法师啦若研究即解决做律师啦，毋是迄个咧当处理案件的律师好高那个律师若修禅的叫做禅师禅师
书的吼，捌听过吼。有迄个做啥物法师啦、禅师啦、律师啦吼，捌听过吼。哦，这做参考啦吼。